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往往代表着美好，但是现在年轻人烦恼并不少，叫什么？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年轻人为什么死气沉沉？因为当下这个社会，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看不到希望。我们看到更多的都是胡一静老师这样的。朝气蓬勃，他还要去薅外卖的羊毛，2块钱买2个鸭头，4个鸭翅，完了之后他还去全国各地到处乱窜，吃12块钱的这个臊子面，你看多活跃。但是你再看年轻人过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活？联合早报今天有篇文章叫学历贬值，前途迷茫，中国年轻一代成为老鼠人，变成老鼠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然，他这里面说老鼠人不是说过街老鼠的意思，不是人人喊打的意思，是说像个老鼠一样的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面。这个老鼠人这个相关话题在互联网上也热起来了，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自称自己是老鼠人。我们看看这个联合早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描写了一个年轻人，是安徽大学的，叫尹浩，说凌晨2点入睡，上午10时醒来，躺在床上刷手机到饭点，饭后睡个午觉，下午5时醒来划几下手机，便到了晚餐时间，餐后接着刷视频，玩游戏到深夜。这是安徽大学尹浩过去1年大多数时候日常作息。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坦诚，自己是一名典型的老鼠人。除了上课时间，宿舍里1.2米宽的床铺是他的鼠窝，而用遮光帘围起来的空间便是他的鼠世界。过去几个月，低能量的老鼠人生活方式在中国迅速走红，成为继佛系、躺平、摆烂后又一个受到关注的丧文化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俄罗斯，通过短视频传入中国后，被用来描述卷居出租屋、靠廉价外卖度日、作息日夜颠倒的低欲望青年。在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社会内卷加剧的背景下，老鼠人的相关话题全网浏览量近20亿次，越来越多年轻人认同这一身份，并选择成为老鼠人。说尹浩2023年刚上大学时，原本是个标准的好学生，上课从不缺勤，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还经常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随着步入社会的时间越来越近，来自小县城的尹浩越发感到力不从心。我在人群中不突出，也没有家庭的托举，单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出人头地实在太难。实际上就是看不到希望啊，迷茫。在室友影响下，尹浩的生活习惯逐渐向老鼠人靠近。他说，最开始只是偶尔打打游戏，后来熬夜越来越频繁，慢慢就适应了这种鼠的节奏，再也回不去了。武汉上班族赵雨晴，这是个上班族，28岁，成为老鼠人，则是他深思熟虑后主动选择。反正生活也没什么希望，一眼望到头就是这样，与其出去闲逛，不如窝在家里。说赵雨晴工作日是教培公司职员，每到周末就做起老鼠人。他是否出门取决于有没有垃圾要扔，有垃圾要扔，我就顺便下楼买2天的菜，没有垃圾我就点2天外卖。星期一上班时把2天的外卖盒一起带出门。宅在家里的2天，赵雨晴大多数时间用来看剧、打游戏和发呆。只有当58平米的出租时脏到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才会打扫卫生。这个恐怕很多年轻人都这样，这个是共性，是普遍性的，不是某一个人。不过就连这个简单的决定，他也要经过漫长的心理建设。如果我是中午12点受不了地面太脏，大概要下午4、5点才开始打扫。这个联合早报说，老鼠人困境难解，
努力不等于出路，看不到希望，对现实感到无力，这是2名相差近10岁的受访者成为老鼠人的共同原因。官方数据显示，过去几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22万人的历史新高，也是连续第4年突破1000万人。与此同时，4月非在校青年失业率虽然降至近年来新低，但仍高达 15.8%。引号的工科专业相对热门，但他担心学历贬值，仍选择通过考研究生延缓就业。作为文科生和大龄单身女性，赵雨晴对就业形势更为悲观。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么多公司倒闭，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敢提什么要求？说赵雨晴还观察到，今年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明显降低。他认为这反映出大众认清现实，不再盲目相信考大学就有好未来。对于储蓄，赵雨晴表现得更为坦然。他说：“我的结论就是活在当下，不存钱，不买房，说不定哪天就打仗了，房子说没就没了。”尽管如此，赵雨晴依然强调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他说：“我虽然是老鼠人，但我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不是说我宅在家里就生活不正常了，那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鼠人。”说尹浩也没有完全放弃改变现状，他偶尔会强迫自己回到图书馆，试图找回曾经的勤奋，但他坦言要走出老鼠人的舒适圈很难，坚持不了几天我就觉得精疲力尽，最后又变回窝在宿舍的鼠鼠。联合早报分析，他说反映年轻人对高压环境集体抗拒。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唐刚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相比过去的躺平，当下的老鼠人感受到的沮丧程度更深。而唐刚强说，躺平仅仅是工作太劳累或收入不高，但至少还有工作可做，有收入可收。当下年轻人面临的现实不再是简单的振作起来就能解决，他认真读书，但读了书还是没有出路；认真工作，但工作可能没有了；认真生活了，但生活质量没有提升。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志忠也认为，年轻人选择做老鼠人是他们对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学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回应，也是他们对内卷、加班文化和高压环境的集体抗拒。张志忠受访时说，这一代年轻人通过教育实现阶级跃升的速度已经放缓很多，再叠加经济放缓，他们的压力和挫折感比过去来得更大。尽管政府呼吁年轻人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老鼠人群体显然与官方预期相差甚远。但张志忠指出，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不用过于非难或批评他们。他说，年轻人周末短暂放空，或者在互联网上跟同温层互相取暖，释放压力，这其实是件好事。唐刚强也认为，年轻人用老鼠人这个词，通过自嘲减压，并在同龄人圈层形成同频感应，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个体的孤独和烦扰。张志忠补充说，年轻人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经济能否再取得稳定增长息息相关。虽然当代年轻人比以往更主动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但能否改变现状仍取决于国家和企业能否真正为青年创造条件。他说，老鼠的意思其实就是它是底层，虽然是可以自由移动，但它去哪里打个洞其实都不太会被关注。这就是联合早报一篇报道，学历贬值，前途迷茫，中国年轻一代成为老鼠人。实际上我认为跟时代其实关系不大，也就是年轻人的迷茫实际上是类似的。作为过来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上大学还是天之骄子，但是一样的迷茫。
这个文章中所说的安徽大学的尹浩，他的所作所为，我回忆一下，和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是一模一样。无非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娱乐活动，也游戏机也非常少。大学生在宿舍就是喝酒、吹牛、聊天，认真上学的非常少。什么天天晚上上自习、要考研的，显得积极向上的，为数不多。即使有，很多人都是做样子，大部分人都是睡觉。没有一个年轻人不迷茫的，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也非常难，你要找个你喜欢的工作都难。但是如果你说你仅仅是找个事干，不难，实际上和现在也差不多。现在大学生如果你一毕业，你说我就去拧螺丝，恐怕不难。但是你要找一个体面的，什么早九晚五，坐在格子间里面吹着空调，在一个大厂上班，那这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到年轻人的迷茫，实际上都差不多，这个跟年代没关系。回到清朝，那年轻人他也迷茫，这是第二个层面，对未来没有希望，这个还真跟时代有关系。现在这个环境，大家肉眼可见，大家能感受到经济在往下走，内卷加剧，每个人都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是现实。这个跟上个世纪90年代又不一样。20世纪初，也就是2000几年开始，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外资低质量的外资全部涌到中国，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由于外资相对来说它是遵守劳动法，但是刚开始可能劳动法还没那么严格，但是人家外资说俗一点，他把人当人看，所以他提供的工作岗位相对来说还不错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找工作首选都是去外企能进外企。如果同样央企还有外企让你选，都选外企，因为收入高，待遇好，一年莫名其妙放好的假还有出国机会。但是现在你看完全颠倒过来了，都是纷纷要进国企，要进国企还不行，还有好多要考编成为公务员。最近秦皇岛的那个政府网站不是公布了一个数字吗？他们考编的人数居然比他考大学的人数还要多，就是参加高考的人数还要多。你说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整个社会22年的发展就扭曲成这样。那因为现在低质量的外企都跑了，留下的都是高质量的外资，所以他要求的人才也是高质量的，所以他提供不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我们自己的大厂，就是互联网企业、移动互联网企业，对吧？就那么几家，现在也都形势不好，都在裁员。而且这些企业它还有一个通病，什么通病？到了35岁，你就类似于高校里面的非升即走，这个大家恐怕都深有体会。就是大厂一样，你不可能在里面干一辈子，干到35岁莫名其妙，不是裁掉了就是自己走掉，总之你肯定在那待不下去，莫名其妙。码农也是到35岁不走，你也被裁掉了。所以说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咱们经济低迷跟2008年做对比。2008年是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多人恐怕还有印象。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咱们经济也影响很大，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感觉到这么悲观绝望。你现在去查一查当时的新闻，2008年深圳有很多买房的人，房奴断供弃供，那时候深圳的房价也只有7、8千，顶多了，很多人把房子不要了，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也是裁员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是很快困难就过去了，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悲观的预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北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2008年什么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都是停留在媒体报道上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2008年大量的外资又继续进入，所以说你现在大家自己掰着指头数一数，你现在很多移动互联网企业都是2008年开始才诞生，才茁壮成长。一边是经济危机，一边是咱们的，你比如说今日头条、字节跳动、抖音、共享单车、美团，对吧？饿了么，那都是那个时候往后出来的。现在所谓的大厂，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像雨后春笋一般。但是现在我们感受不到这一切，当下感受的都是经济不好，但是看不到希望。你看不到哪个行业，哪个有什么一个能容纳更多就业，能提供更多好的就业机会的行业在成长，看不到。2008年以后，移动互联网行业那都是拿了外资，都拿了美国人的钱，大量的外资来投入的。你看看京东、拼多多、滴滴，
都是拿了大量的外资烧钱。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外资在撤离，当然了，你可以说那是低质量外资在撤离，所以我们现在的跟过去感觉明显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看不到希望，越看不到希望压力越大，那就是年轻人没有办法，只能考公考编。所以现在你看考公考编的人数在急剧增加，很多人连考研都不考了，因为考研不等于上岸，考研只是延缓个3年，你还是找工作还找不到，与其先考研再去考编考公务员，不如现在直接考公务员。关于年轻人，我们看看张朝阳，他给年轻人有4个建议，大家看视频。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感觉还很年轻，所以给年轻人一些建议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要管好自己的现金流，不要让自己负债，好吧？不要亏损，不要亏。就是人生刚刚开始，你要现在一负上债的话，你真的是这辈子真的是没法往下走了，好吧？这个不要负债。管好现金流，那个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好吧？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要心理学上的一些如何克服这种就是如何对建立一些事情的一个兴奋度。比如说你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必须去完成，你可能没兴趣或者很懒不想去去做，实际上是一个脑神经的过程。一个小的 tip。一个小的 trick 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件事儿，你要写一篇论文，或者你要去付一笔款，或者你就特别不想做的事儿哈，你要完成一个什么东西哈，你特别烦哈，你老觉得你就明日复明日，哎呀，明天再做是吧？这样的引起一种拖延。那么导致你就后来一天下来，你好多事儿，一天本来你可以做5件事，你最后只1件事都没做，或者只做了1件事。那么这个有这样一个小的小的心理学上的一个小的 trick， 就是呢，你先在这散步哈，当然你要在工作的工位上没法散步，或者你出去走几圈，然后呢你就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脑子里过这个脑电图，你就想这个事情。我们拖延推迟一个事情的原因，往往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不熟悉，而且在这个不熟悉的里边，我们感觉上这个事情里边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我们经常有一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到底是 A 还是 B？ 所以嘛，因为这样我们离它的比较远的时候不熟悉，而且要选择，我们就比较恐惧，我们就不想去做，我们就拖延。但是当你这个不去做，但是过脑子，你就在过脑子问自己的问题。首先你要就是像一个电脑一样，你要 ask why， 什么情况，是这个件事儿是什么情况，包含了哪个元素，是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事情要完成到什么程度，这个等等，你先问一些问题，然后呢你了解，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然后你说你要自言自语的，或者是你要去做什么决定，当你想着的时候，你的兴奋脑神经就开始热起来了，你那一段脑神经就热起来了，热起来之后呢，你就熟悉了以后，最后导致你的兴奋度被提升了。这脑子里发生的过程我都知道的，我研究过脑科学的。最后你会发现，想着你就迫不及待的也不散步了，赶快回去要做这件事了。你自己要学会如何把自己的兴奋度调动起来，每天每一件事，然后你把它搁着，这个小时我做这个事儿，下一个小时我要做这个事儿。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不想做，但是我先想着我就想做了，好吧？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要就是80-20-80原则，就你不要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好吧？什么事情我在这个小时我完成件事儿，做到差不多80%可以了，我要做下面的事儿，好吧？其实你有时候那种完美的要求它，最后你就会产生不断的产生负面的反馈。哎呀，这个没做好，你会自责。No， 你马上做的差不多了，很好，我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这个事情，你看到自己的这个效率，然后你开始做下面事情，叫82原则，好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们作为年轻人，你们是互联网的本土人，你们是最懂互联网的。那么互联网经济是一个绝对的民营经济，是一个民间经济，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所以你们一定要在互联网上做事情。这个非常实际的几个。张朝阳给年轻人的4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负债。咱们节目经常说，尤其这个时候，你不能加杠杆，要管好自己现金流，要多存钱，也尽可能的。关于拖延症，我觉得每个人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拖延症。张朝阳在分享你怎么对付拖延症。
说白了就是你先要给自己预热，把心理建设。实际上他这个说的，我估计很多人都没办法体会、认可。因为什么？真正的拖延症的时候，比如你想到你什么事要做，你不想做，这个时候你想都不想想，你想都是困难的。张晨阳让你先去想，你换个环境去想。关键是拖延症的人，他连想都不想想，一想到这个就头疼，所以就干脆不想。怎么对付拖延症？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你越有拖延症，越不要惯着自己，你就马上就干，形成一个习惯，你这拖延症恐怕慢慢就能好。你越想，你越做心理建设，你越产生这种抵触，这叫内耗。关于完美主义，我觉得张朝阳说的特别对。其实拖延症的人，某种程度上他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完美主义，就是他什么事都想做得最好，他就老是想，不停地推翻自己，不停地找自己的缺点。就比如这个事情，他老想着要做到100%，结果不可能有件事情你能做到100%满意。一做完之后，你一检查发现好像又有问题，又改完之后这回差不多了，结果再一检查又有问题，又要改，就永远是不停的恶性循环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张朝阳说的对，你就不要追求那么极致的完美，你容忍自己有缺陷，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如果你在短时间里面你能做到80分，这就不错了。虽然你可以再花5倍的时间能做到100分，也就举个例子，也就是你花1个小时你能做到80分，花5个小时你能做到95分，那你就花1个小时做80分。张朝阳就这个态度啊。最后一个就是张朝阳说的互联网，我觉得这个说的也非常有道理。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比，你的优势就是懂网络，你是互联网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成为你的一个标配和工具啊，你要拿互联网当工具，用互联网来武装自己。过去没有互联网，互联网不发达，那是纸媒体、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电话、电信网络，都是这些东西。在这种背景下，对吧？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现在环境变了，现在是信息爆炸，现在是要自我营销，而不是别人来营销你。现在要自我展现。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你还在犹豫什么自媒体这个短视频平台，你还在怀疑它的时候，好多人都已经用起来了，都已经靠这个走在前面了。很多人还在那儿质疑说做自媒体好像低人一等，已经落伍了。还有很多人在那儿，他不觉得做自媒体是个事，到现在还不知道在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面也可以干一番事业，或者至少把这个当工具来提高自己，或者来给自己一些积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最后再说一说这个年轻一代成为老鼠人。实际上这个老鼠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和每个时代特定的称谓，无非就是想描述一种状态。现在叫老鼠人这种状态。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叫颓废的一代。还有什么？你只要用心去找，每个时代都有用来描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这种专有的名词，实际上是描述一种状态。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状态，每个时代都有，只是不太一样。上个世纪90年代是古惑仔，流行古惑仔，大家回忆一下，那时候大街上小镇青年，那个个腰里都要别把刀的，要么就是节棍、双节棍，现在没有了吧？上个世纪这个世纪2000几年叫杀马特，把自己搞得各种奇形怪状的，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有个专门的词来描绘。所以说现在出来个老鼠人，这个我想啊，要不了几年就很快就过去了，有新的词来代替。所以我们也不用说这个老鼠人和杀马特、古惑仔好还是不好，那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签。这种状态怎么度过？一方面得仰仗这个经济好起来了，这种状态它就会自动会改变，也就是环境要变化。其次，环境如果不能变，如果你个人能变，那也可以通过个人努力积极向上，通过自己规划人生的规划，跟每个人的思想有关系。如果你说我就享受这种状态，其实也可以，怎么样都是活。我们不能说这样叫颓废，积极向上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要改变，我要努力，我要充实自己等等，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还有一种生活态度，我躺平，我就这样，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我现在认为这两种生活态度没有谁高谁低，只有哪种适合你，你的性格，你适合哪种状态，最终反正都是一样。最主要的就是你选择了，你就不要后悔，
后悔就是内耗。你选择哪种状态，就这种状态下去，不要后悔。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人生下来就在罗马，有人穷其一辈子怎么努力，都是原地踏步啊。所以说，年轻人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状态、生活方式，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一味的攀比，你非看着那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喜欢给你树个榜样，让你跟他学，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需要榜样，我们只要不违法、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按照自己内心去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状态，不要接受别人给你定义的什么叫成功，或者说你必须成功，给你立一个成功的标准，你这样才叫成功。这种的，我觉得时代已经过去了。什么叫内耗？就是说你想过好日子，你想吃香的喝辣的，你想有很多钱花，有很多荣誉，有很多光环，那你就得努力。你不能一边躺平，一边做老鼠人，一边又想着多么风光，这叫内耗。我接受老鼠人这个状态，我接受我躺平，那我就要认可自己这个叫这种普通的生活，这种馒头加榨菜的生活。最后总结一下，也就是认清形势，找到适合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生活方式，坦然接受结果，这样你就不内耗，你也不会活得太累，你也不会在乎什么老鼠人这个标签，因为你活给自己，不接受任何人给你的评价。你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那你就得玩命。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